就是終節。必有着心自出自由，只有一物神中往來。何待黑之腰名為錯，感受本應從象中來。兩手相合摩擦，才生夾滑冷熱，兩手分開感受，應回身體深處。若他真能從手臂手腕中穿梭，骨髓也該知他歸去的路，何必等待兩掌錯摸？若感受在掌中常照，何必依賴？雙眼觀看，花開花落，才生觸動。感受若從手掌移錯，不必等待雙手相合，自然能從掌中來去，何必誰有摩擦時刻？分開時應回歸手臂，手腕骨髓都該自腳，種植青色往裏可循，卻為何要依賴觸節？兩手相合摩擦，才生夾滑冷熱，兩手分開感受，應回身體深處。若他真能從手臂手腕中穿梭，骨髓也該知他歸去的路，何必等待兩掌觸摸？讓感受在掌中常照，何必依賴？雙眼觀開，花開花落，才生觸動。何必等待兩掌錯摸？若感受在掌中常照，何必依賴？雙眼觀開，花開花落，才生觸動。